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8月23公司第几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是823炮战62周年，蔡总统和前总统马英九伫咧两岸安全议题对射。马英九讲，伫咧伊的任内，唔捌向中国落冷，要求蔡总统检讨家己。轻度风台8月已经行去沖縄海面，不过受外围环流影响，未来6天台湾西半部天气拢无稳定。美国种族冲突的事件继续伫咧拖，即马波顿和平示威活动，假做是警民冲突。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823炮战62周年。1958年的今仔日，金门、马祖和中国东南海烟花发生823炮战，到今仔日已经满62周年啊！今日国民党和民进党拢有出席家己办的纪念会。总统蔡英文是伫咧透早去金门太武山的公墓参加追思活动。不过最近蔡总统和前总统马英九针对两岸的安全议题，因为主张无共款，随防无记者面说是一句来一句去。马英九今日是搁再回击，讲伫咧伊执政的迄8年，伊从来唔捌因为中国委屈恼冷，伊要求蔡总统就爱检讨家己。表情束缚提花科一鞠躬，蔡英文总统23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823炮战62周年公祭甲追思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也头一摆参加陪祭。国防部也发布整个带弹动岛一名影片，指出国军护国是历史传承的使命。面对强军最近的威胁，国军未挑战也未示弱。不过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绝对袂让敌人超越雷池一步，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最近蔡总统加马前总统也就两岸安全的议题各自发表看法，对着马英九批评伊甲国家杀向战争的边缘。蔡总统伫面册指出，受到人民托付领导国家的人，袂抱持无切实际幻想，以为在主权议题上屈服，也是对民主价值拢不爱讲，就使换来所谓的和平。而马英九是搁再反击，表示伊执政8年从来无屈服，要求蔡总统先检讨家己。我做了8年的总统，跟大陆打交道也打了8年，我们签了23个协议，每一个都是平等互惠的。最后1年，我跟习近平在新加坡见面，我们也是平起平坐，从来没有任何卑躬屈膝的情况。而前副总统吴敦义也指出，马英九执政8年，两岸确实和平稳定发展。随后也佮讲，蔡英文也是口出恶言，根本就无资格做中华民国的元首。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关系最近啊，亲像愈来愈紧张。中国的解放军最近唔那定定办军事演习，即话中国山东和海南海事局即阵搁伫咧官方网站放消息，讲对明仔载开始会伫咧台湾海峡南北两边小耍做军事演习1礼拜。台湾的军事专家即马就表示讲，中国即寡军事动作是为着要暗砍中国国内疫情，也有做大水的内部冲突。咱的国防部表示，所有的状况因拢有掌握。请国人放心。最近中国解放军动作不断，进前才宣布对22到26会在黄海、青岛到连云港以东的海峡内组织大型实弹射击演习。23海事局官方网站佮公告，对8月24到9月30会伫渤海海峡执行实弹射击活动。未来1礼拜，解放军会伫台湾海峡南北两边连续展开军事演习。这个洪峰暂时没有控制，或是说新冠肺炎疫情再起的时候呢，反而这个时候会比较危险，因为就对外产生冲突，不管是钓鱼台或是台海这段都好，刚好可以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焦点。军事专家表示，中国解放军进行军事演习，主要是转移内部矛盾，因为长江流域最近一直落大水雨，灾情一直传出来。更加出现三级大坝，修建17年以来上大洪峰，加上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中国对外挑战制造手段，就是为了转移疫情造成的内部冲突，也是极权国家的常态。有关敌情的威胁以及区域情势的变化，国军用联合勤监侦的作为都有充分的掌握。军事专家提醒，后续也会观察解放军的演习规模、集结的人数、官兵、军舰，也有战机数目。而国防部是强调，所有情报资料拢伫掌握中。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国内疫情，针对中华关卫生局建议中央，就爱针对武汉肺炎的病毒做精准的体检作业，避免确诊的人去防闹高，无去防验出来。即马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若要真正全面体检验病毒，这成本就要8亿。若信袂过检验的结果，正经要列出几阳性的感染者，安尼台湾的医疗体系恐吓会放弃。国内武汉肺炎疫情控制良好，不过进前中华关卫生局因为对无症状特殊检疫的人检查确实无通知中央，引起台湾学界对全部检查加检疫隔离两态有无同的看法。经过严谨的决策，大家同心走才会成功。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纷纷扰扰，就从到2003年4月的情况，然后把好的丢掉，然后去追求别人不是很好的模式，然后本末倒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担心。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若是推行全部检查，会耗费8亿的成本，也有假阳性问题，可能会让医疗体系无大负担。特殊检疫14天是上好方法，不过就医师认为，政府应该是要考虑社区无症状感染的风险，制定配套计划，不用一套标准就安尼拢做到底。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难道这一套就一直玩下去吗？医疗机构其实都蛮有经验的，我个人相信是不会有所谓的崩溃的这种现象。最近全球武汉肺炎已经有2300万人去挖掉，死亡人数也超过80万人，内底有不少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所以讲，国际上开始有人提出免疫护照概念，希望会慢慢恢复国际间的往来，推进经贸活动。不过，有医师认为讲，即阵世界上依然无证据显示感染了的抗体保护是终身有效的。感染者的这个症状以及他产生抗体的一个情形都不一样。我能够有更长一点的时间的观察，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底这个 COVID-19 在我们被感染者身上所产生的病毒，到底它的防护力到什么程度。医师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变化紧，感染族群已经是进前的老人下降到最近的20-30岁成年人，就连未少囡仔也被挖掉。所以到底这被挖掉人，康复了后的抗体防护力会维持偌久？甚至有感染的人一直无法度得到中和抗体，所以讲医院需要更加长的时间做进一步观察，才来制定免疫护照的使用。记者慈宏报道。为着找出社区内底武汉肺炎无出现症状的感染者，香港伫咧9月初1提供民众免费做核酸检测。不过有专家就认为讲，全面做体检验病毒，也是有伪阳性的这部分，可能伪阳性的人比率有3成。专家烦恼讲，这有可能会增加民众烧坏的风险。但即马中国这边伫咧国家健康委员会讲，7月份就已经允准医护人员以紧急需求的名义，予医护人员乘坐武汉肺炎有风险。香港武汉肺炎确诊病例23新增加25例，已经连续1礼拜，每天新增加确诊拢无到50例。虽然香港的确诊数有下降，不过依然有一寡病例找无来源。地上林郑月娥进前讲，为了要找出社区中的隐形传播链，9月初1开始，全民会当免费接受核酸检测，会设立超过100间的采样中心，出动超过1000名的公务员协助登记工作。檢測嘅樣本也都係留喺啲香港。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物色咗超過100個呢啲嘅中心，分佈喺18區裏邊。亦都唔知道市民嘅反應啦。我哋咧盡量一定要做到公開透明啦。同埋咧，例如市民話擔心自己嘅即係資料會唔會係俾送到境外啊咁絕對唔會啦。科技系統全國醫生梁祖超講，葡萄假陽性比率將近3%，假陽性病人若是被隔離，顛倒有被交叉感染的風險。希望政府愛注意。在中國疫情方面，衛健委23公布新增加12例，攏是境外移入，疫情看起來敢若是得到控制，已經在進前正式啟動武漢肺炎疫苗的緊急使用。未來醫務人員等4類特殊人員會當申請使用疫苗。那麼7月22日的話，是我們正式啟動疫苗緊急使用的時點。下一步的話，我們也在是為了防範秋冬季的疫情我們也會再考慮就是適度的擴大一下範圍。李良會講，如果在今年年底中國疫苗的產能會當應付緊急使用所需求，不過有中國專家講，疫苗只能幫助控制疫情，在未來1年到2年內，防疫工作依然未當放鬆。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轻度风台8月后续的发展。气象局伫咧昨暗时11点半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虽望8月无扫入来台湾，毋过受到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基隆北海和屏东雨会落真粗。提醒民众未来6天，台湾西半部的天气拢无稳定，乡亲出门得加早雨伞雨满。气象局伫拜六深夜解除8月海上风台警报，毋过风台也伫继续增强，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天气依然无稳定。伫金门武士外海，就因为真歹海上造成中国客船并船，海巡队去搜救，最后确认船顶2个人已经获中国方面救走。在现场有发现那个救生筏，那都没有发现任何的落海人员，那有稍微轻有的油花在海上。气象局分析，8月风台虽然慢慢远离，不过台湾依然会继续受到环流影响。礼拜各地要注意真大的午后雷阵雨。8月开始，风台环流引进的西南风有水汽，西半部地区各地天气真无稳定，雨会一阵一阵。8月3开始，西南风增强，雨会更加大。周3以后，西南风又再进一步增强，初步看起来至少到周5都是这种比较明显的西南风影响的状况。那环境上的水汽在周3以后也会变得更多一些，西半部地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有一些断断续续阵雨或雷雨的机会。气象局提醒，未来6天天气拢可能真无稳定，民众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这种观察未来1礼拜也无明显的风台形成的情形。不过8月到9月依然是海面扰动真接的时阵，也无排除搁再风台形成。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无稳定，高雄的观众朋友应该真有感觉。最近1礼拜，高雄市轨道就下大雨，加上这2天受到8月外围环流影响，高雄主管菜市专区就统计，总这菜市损失2成。不过后礼拜随着要开学啊，高雄国中和国校的营养午餐敢会受到影响呢？主管农会是讲，爱看后礼拜的天气状况。那准讲这菜市无够通出，就会影响中部来买菜。农会工作人员用导管机将拄则送来菜送去冷藏，因为高雄这几天连续落大雨，真侪菜叶拢予水浸上去。今仔日阮会拜托农民甲会采收一个菜，尽量拢挂入来，所以阮今仔到货量是有较济。毋过后壁的话，伊也天气影响到啊，日晒落也菜歹，所以阮的采收量可能就会减少。高雄最近1礼拜，因为过头了，伫对流落大雨，国家日拄到风台8季的外围环流影响，和高雄主管蔬菜专业区菜损到2成，其中菜叶类的水伤上严重。农会赶紧通知农民抢收，2、3日早起蔬菜进货量增加3成。主管农会经销部主办讲，好佳在这边雨大部分落伫咧山区。蔬菜计价有过2、3礼拜就当平稳。即马伊也减少了，种后壁连续2、3天拢开大日，采收量减少了。后礼拜，咱的学校营养午餐开学了，可能咱的菜数量无够，咱就爱按中部去调货安尼。后礼拜31日开学，隔顿工就要供应营养午餐。高雄地区各中小营养午餐供货量是毋是受影响？主管农会经销部主办讲，目前菜量也算稳定，也过就要看后礼拜采收时阵天气是毋是稳定。若出日头造成菜叶大黄去，差不多会减少3成的供货量，到时会向中部调货。记者综合报道。但即马8月已经行去日本沖縄附近的海面，继续向北东方山震动。气象局估计8月26到28，伊会扫入去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拜六的波多黎各并无热情的拉丁音乐舞蹈，而是热带风暴罗拉伫暗暝中登陆，带着高级的强风大雨，经过所在，树啊加电火条啊拢慢度。No hemos tenido crecidas de los ríos significativamente, los niveles de tanto de los ríos como las quebradas se han mantenido bajitos, así que el tema ahora es que tenemos mucha gente en la calle transitando por vías públicas y como se están cayendo árboles, tendidos eléctricos, esa es nuestra preocupación en este momento, pero continuaremos pendientes a la cantidad de lluvia que siga cayendo. 就伫咧罗拉自墨西哥湾正平路过美国的佛州，扫过巴哈马群岛的时阵，我近墨西哥外海又搁形成另外一个热带风暴马克，强风有到10级，威力也超过罗拉。而自当地气象预报来看，这2个拢会升级成做飓风，而且拢会登陆美国的南部。
因若是伫咧西太平洋的第8号风台巴菲，目前正伫咧沖縄湾海峡，风速差不多是1秒钟30公尺，上大阵风会到每1秒钟40公尺，已經到13級。火曜日以降は東シナ海を北の方向へ進んでいく見込みです。火曜日、水曜日は東シナ海を北へ進み、そして木曜日から金曜日にかけては朝鮮半島から大陸の方向へ向かって進んでいく見込みです。風台雖然可能自日本的邊仔路過，不過自關東到關西到北陸，攏是伫咧大氣將無穩定的情形下。除了橫濱地區雷聲變變橋，伫咧東邊的千葉縣也落大雨。前橋市也因為雨量真大，水溝外水位漲起來，甲落嘅水坑仔掛規個攏冰冰起來。長野縣也因為農用嘅溫室布棚坐到鐵椅路頂，造成北陸嘅新幹線停駛6點鐘。記者綜合報道。關心美國種族衝突的事件，自從 George Floyd 去予白人警察戴暗棍不幸過往的代志發生了後，美國各地頭即馬不時就出現反對 Trump 的示威活動。其中，在美國西半部 Portland 就有示威民眾已經包圍聯邦執法機構近1個月。雖然市政府和警察局攏有警告民眾要愛理性，不過抗議民眾即馬情緒已經制止袂掉，資本和平的示威活動即馬正做是警民衝突的畫面。在波特蘭聯邦法院附近，包括成員黑人權益團體 BLM， 一個 Antifa 等左派組織的成員，加美亞趕來聽警方嘅黑人警察之母，一個驕傲男孩。美國反對馬克思主義等右派團體，互相用喇叭加放送頭在咧比大聲。有一寡情緒甲無法度控制民眾，用辣椒噴霧器噴無共立場的民眾，為是互相等內面裝着的塑膠桿仔，場面正亂。無共立場的人互相用歹聽話罵對方。不過，美亞情緒愈來愈控制袂了的時陣，加減就發生一寡動卡動手的衝突。警方本來因為人力無夠，一開始無介入，不過美亞一個衝突愈來愈嚴重，警方就開始趕人，也重申，若是涉及不法行為的人，攏會被逮捕加調查。記者綜合報道。鏡頭轉轉來國內，先來關心北部的交通網。基隆輕軌即馬進入綜合規劃的最後階段，不過未來輕軌要行一寡路線，恐驚會含石子、明星線、燈塔。新北市長侯友宜今日是當面向交通部長林佳龍開喙，愛交通部就愛整合。林佳龍是點頭承諾講會緊甲這個交通的平台成立，甲這件代誌處理好。這運明星十字線，這個咧通過第2階段環評進入綜合規劃階段，將要提報交通部審議。因為明星十字線規劃石科站、將就環站、加貴人輕軌規劃路線有小塌，新北市長侯友宜希望交通部協調。交通部站在一個主政機關，一定要結合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以全方位的角度來看整體的北台灣發展。我也願意來成立一個，就是北基就是這個大台北的首都圈的軌道路網的政策溝通平台。林佳龍講，北宜高鐵的綜合規劃案今年底會出來，北宜高鐵加貴人輕軌一個明星十字線3項愛綜合規劃，和交通路網更高效率。交通部會推動800基軌道路網交通平台，貴人市長林右昌也支持。北宜高鐵在12月底左右，這個它的一個綜合規劃也會出來。那基隆的輕軌捷運也已經到了綜合規劃的一個末期，所以相關的一個條件也逐步成熟。林右昌認為800基是共同生活圈，貴人輕軌規劃評估的初步計劃報告已經出來，正在咧修正，是一個正重要的時間點，整合雙北加貴人的交通建設。記者綜合報道。
那讲到看天气，袂少人会想到南投合欢山，因为伊是亚洲第3座，也是咱台湾头一座国际暗空公园。不过最近有民众就发现，南投县政府伫咧延放即个互人看天气的平台，到20几派的电火要烧涂骹。有民众就怨叹讲，这电火是光影影，互因拢看无天气。县政府即马表示，会紧调整电火烧涂骹的即个角度，袂去影响大家看天气的品质。民众到南投合欢山观测，但是看过去满涂骹拢是照明的电火，这是远方的观测平台。南投县府伫咧接近涂骹的所在安装了20外派的电火，但是光线伤光，严重影响观测的品质，何必叫民众入迷？它这个人为很多措施会影响到整个自然生态的东西嘛，所以我想说，在人为的想法跟自然生态这方面，可能政府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觉得就维持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就好，就是不要增加太多光害，让大家比较好去欣赏一下自然的生态这样子。合欢山好不容易伫咧旧年成为全台第1座，经过国际暗空组织认证的暗空公园，但是为疫情解封了后，游客就真侪，不少汽车的大灯、探照灯手电，造成光害问题严重。电影团体一直推动观测的礼仪，要求车辆袂使开大灯。民宿业者嘛伫咧9点以后就关电火，减少光害。但是即马县府安装的照明灯，说好无光害破功。希望未来暗空公园里头所有的灯具、灯光都一定要符合规定。我们会再找我们的暗控的总顾问，还有一些天文专家，再来对这个暗空公园的这个矮灯的设计这个部分呢，再做一些检讨。南投县观光处表示，观测公园9月中下旬会启用，目前咧进行电估照明系统的测试。部分的时间会全部拢导火，已经请厂商调整换电具，必须要符合暗天无暗地原则。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南投的天气看线，咱即马来讲台中的大坑步道，这个所在也是北京人真爱去行大的所在。台中市政府即马为着要发展当地观光，打算要伫咧大坑步道附近起一条天空步道，乘旅客。不过，这条新的步道若正经要起，若对环境生态造成真大的负担。当地交通路线要安怎桥，含这运力线要安怎结合，市政府讲即马就搁爱评估。礼拜下晡，涂骹才因为落雨也未大，沿过台中大溪步道也是使看到未少民众来爬山运动。这阵团出台中市府拍算伫大溪9号、10号起天空步道，当地卖农特产品的大头认为，周边的观光效益会更加提升。安尼好啊，促进观光啊，系啊，每个地方不是都有天空步道吗？对啊，咱才嘛爱啊。过来疫情较厉，过来旅游大爆发，大溪步道每礼拜到假日一天拢有上千甚至上万人次。若是搁去天空步道，人可能更加多，也有民众烦恼爬山品质恐惊受影响，也烦恼讲山难会无多负担。一定啊，一定会有牺牲一点，对啊，但是就有好有坏这样。台中市政府新港处证实，为了甲大溪周边观光做整体规划，加上民众安全问题，确实已经开始规划天空步道。也毋过因为烦恼甲捷运绿线、延伸线有冲突，以外需要进一步评估。捷运绿线它要延展到这个金湖库，那因为这个涉及到它未来整个一个区位的规划，那希望等到它的一个规划确认以后，我们再来往下再走。断层带的部分，它有这个近线件的问题。那目前我们有做了一些规划的一个路线。新港署讲，这阵规划天空步道是由金宝库经由东山路了后，通往9号步道入口甲地东公园。不过因为往山区的路上细条，所以讲天空步道未延伸到9号步道的顶面。总长度这阵也无确定。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安怎？咱带乡亲只会先来看气象资料。台北部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25度到33度；东部26度到36度；
再来，咱来看金门平遥马祖，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新闻最后，咱做伙来去美国的白宫玫瑰花园行看看咧。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啊，未满16岁的时阵，伊是童工啊。啊，囡仔刚会当领半薪尔，所以讲伊个爱利用伊满16岁的时阵，伊爱公开仪式，请亲朋好友讲啊，我囡仔已经满16岁啊，我以后袂使领童工的钱啊。咱遮个一碗迄蚵啊，蚵啊有一句话讲叫食蚵有好头路，安尼嘛是讲是对囡仔的一个祝福。古早阮父想讲一句话啊，吼啊，就是讲啊，做一个16岁吼，了一个家伙啊。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紹介的这句是定定的，互人誤會是熱天的處暑。處暑漢字寫作處暑，羅馬字寫作此有處，斯有暑。處第3調，暑第2調。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到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镇燥、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渔船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喺海面吼，渔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仔、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6月风台，7月水灾。处暑伫秋天，要是小风风、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